我的心心啊，你着学罗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罗伊的圣名。我的心心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来念学罗的圣诗，圣诗535首，福音钟声得大弹，请起立。下的报道，团家相说家境酸，团不够人欢喜笑声，别别相说的高我，兄弟中都起家，修筑这干慢慢拉，只讲救主无论下。为的耶和华我闻道，福音节谢谢多，团个尊海家金刷，福音节谢谢多，我给我的高啊，福音节下有得到。应该感谢谁一听？那么欢瑞有的眼睛，应当得多家乡，多找不转奇妙，我的所在，我的话祷告的光，见了都丢多在海，福音节谢谢多，团个江海家金刷，福音节夜的灯，我给我的高啊，福音节下的走。人应该来救我，我的体是主的言笑，我的看起主的恩，我是我命的命，有时存心的减亏，最我这地这受亏我的世界。福音节谢谢多，人家江海家金刷，福音节这点灯。福音的钟直直弹，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万万人。愿欢喜用传福音的诗歌来学罗你，用敬虔诚实的心来敬拜你。我嘛要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你激动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我的入地去，着叫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三甲用启应的方式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29篇，诗篇119篇，启应文29篇，诗篇119篇，伫新圣诗后面1051页，我来启，兄弟来用。行为无通指责，
即款人真有福气，听通上主的教示。少年人着怎样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祈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真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三甲额头来感谢祈祷。慈悲听通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阿罗你组织阮来到你的圣殿，同心合意来敬拜你。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甲保守。伫过去的一礼拜，你施恩看顾。高田教会众兄弟出入平安，工作、生活、家庭，拢有你赏赐教业的恩惠。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帮站。我要献上阮满满的感谢。天父上帝，我嘛要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诚实面对。伫过去的这段时间，当阮伫生活中拄着艰难、拄着试探的时，常常伫心中离开主的旨意甲道路，求主怜悯赦免阮的软正，圣神来教示引带，更新阮的心神，互阮对担了后，行你所欢喜的道路。亲爱的主上帝，高田教会伫9月13号要来进行新的中级改选，求主你赏赐教会兄弟有合一甲智慧的心，嘛恳求圣神亲身引带甲竞选，选出合伫你心意、甘心奉献、有疼心的同工来服侍教会。用谦卑的心服侍兄弟姊妹，兴旺主的福音，荣耀主你的圣名。慈悲怜悯的主，我嘛将世界的苦难放伫你的手中，特别为着日本7月底伫熊本发生的大地震，造成真严重的死伤甲财物的损失。求主你圣神安慰失去亲人家属的哀伤甲痛苦，赏赐救援团队智慧、勇气甲资源，互灾区重建的工作顺利来进行，互当地人民早日行出因内心的忧闷，重建因的家园。下面的主日礼拜，愿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圣神亲身引带，透过科牧师的正道，领受对天顶来的信息，互讲的、听的，拢得到主你满满的祝福。
愿咱的祈祷恳求，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来共读圣经，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13章第1节到第10节。启示录13章第1节到第2节，伫台语汉字本292页。我来共读。我阁看见一只兽对海里起来，有10支角。7个头，遐个角伫10顶王帽，头壳顶有蹦毒的名。我所看见的兽，亲像豹，伊的骹亲像熊的骹，喙亲像狮的喙，灵用伊的宰灵，伊的座位甲大权，互伊。我也有看见遐个头壳的一个，亲像受抬到死。伊治到死的伤得到医好，通世界奇怪来缀即只兽。搁拜灵，因为伊捌用权互兽，也拜兽讲，一锤亲像兽啊，搁一锤话甲伊交战啊。搁有一个喙，互伊伫讲大事，甲蹦毒的话，搁有互伊权。来行代志，42个日，伊就开喙讲出蹦读上帝的话，来蹦读伊的名，甲伊的会幕，甲遐个踮伫天里的，搁有互伊权，通甲圣徒交战，来较赢因，搁有互因权，来治理逐种族、逐户百姓、逐户腔口。逐邦国，徛起地面上的人，因的名无记伫活命册的，拢要拜寿。这个册就是对创造世间的时受抬的羊羔的。凡若有耳孔的，就听；若有掠人的，也要互人掠；用刀杀人的，也要受刀杀。圣徒的吞论甲信，在伫即个。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照安尼来行的人。献我对赞美 Celtic 风格奇异文典赞美煞，可牧师正道，圣徒爱有耐心甲信心。最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有教育的稳定，搁会通一摆组织做一会来敬拜俄罗伊。今仔日生活队唱了真有气力，哎呀，伫遮来感谢上帝吼，俄罗上帝的荣光，是因为伊奇妙的作为吼。毋望圣神也将即款诗歌的气力放伫咱的心内，诚做感动的气力。伫分享今仔日的信息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分别愿做神，归属伫上帝。阿爸爸，阮来到你的面前，真欢喜，会当搁一遍受到你话语甲圣神的帮助，互阮了解你的真理，也恳求你赏赐阮教育的气力，会当清楚明白你爱阮备办的代志，也互阮勇敢承担你呼召阮信仰的责任。愿阮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阮。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咱的神话故事吼，要进入到第13章吼。顶礼拜我有讲起着，随便伫启示录内面听起来、读起来，那敢若做无法度明白的。对咱台湾人的经验来讲，我们小时候听到的神话故事或者是咱的学习来讲这种神话班要安怎对就甲咱过去捌听过的民间的故事就对袂起来确实是安尼因为对约翰来讲伊咧写即个启示录伫耶稣的面前咧领受即个启示录伊所使用的即款的很像神话般的剧情其实你若是对埃及的那种神话故事，或者是希腊那种什么希腊神话的故事可能较掠会着因迄当时的人较听会清楚讲，其实约翰是咧暗示明示什么代志所以约翰使用迄当时的人才会当了解迄款的神话故事来比喻拟启示录内面即款的剧情对现代基督徒来讲我嘛是承认是稍微吃力了一点，但是也没到那么难啦伫进入咱今仔日的信息进前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是安怎处理启示录的经文注释书跟神学书，你们去那个圣经书房你们翻上网查，你们自己都查得到我要讲其实不是所有的人拢会当读有启示录那些很细节那个一个42个月到底在那个旧约的时代那个是什么意思在新约时代又是什么意思这款二当灯的代志我随便各家说法都有自己的论述，但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像我们这种程度没有啦，我不是要贬低我自己就是说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去读启示录所有的人其实都可以读得懂。那最简单的你若不知道要安怎读我教你们看第一件事情，你去抓它的动词，对不对？动词是什么意思？譬如说我插回动词是哪一个？对嘛？好，那插是动词，你就会知道有人拿了一个东西干嘛？做了这个动作这个就是动词俩动词要表达的意思为什么要插这样你大概就可以抓到启示录一部分的原则第二个你要看的是名词是什么人去做这件代志？在启示录里面这种神话故事的剧情你就看什么人什么款的名词角色做什么款的代志，大部分呢其实你已经会当抓到一半以上的意思那中间那些那个什么形容什么
形容了一些什么款的什么规个头壳啊，规个什么物件啊，有什么奇怪的代志吼。这个你若读无吼，你家己自己做铅笔吼，把它画弧起来吼，你就先甲名词甲动词掠掉的吼，你就知影差不多，你就大部分的拢知影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那因为吼，这是约翰对什么人领受的启示？什么人？不是彼得跟他讲的，好不好？启示录是约翰对什么人领受的启示？耶稣啊，对无？咱一开始我就讲，教会是安怎一定爱读启示录，因为这是耶稣透过使者传予约翰要甲教会讲的代志。所以诚做教会，咱敢会当讲咱一世人拢无读过启示录，安尼嘛是歹势啦，吼。所以耶稣写互教会的批信吼，咱拢无读，拢无甲拆开读一遍吼。你可能读过做一遍吼，我嘛感谢上帝吼，你会当领受侪侪。你若一世人拢还袂读过吼，咱就至少初步吼，甲教会吼，做伙行过一遍吼，你嘛知影讲耶稣到底要甲教会讲啥物代志吼。咱才会当谈比班。所以你有名词甲动词，就知影故事啊吗？无，你就会看清楚做遮个代志的人的立场啊。我们看那个美国好莱坞电影，剧情里面一定会有什么正派跟反派，对不对？通常那种很会写电影故事的人哈。前面都会让观影者都怎么样？傻无，然后一开始你心情跟着那个剧情走，说哦，这个人都在做好事，好做的这个人好，他做事情都是做好事，结果通常都到最后剧情怎么样？来个大翻转，有没有？翻车，不是？三张哦，跟我异口同声讲，真是的哈。所以就表示讲，你要看到故事的结局，你就会当知影真实的立场是啥物吼。差不多安尼，你就会当家己吼，若对头到尾读一遍启示录吼，你中间无明白，你拢把它看糊起来，去掠名词跟动词吼，你至少一定看得出正派跟反派，对不对？但是启示录吼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吼，咱今仔日就会读到吼，有一个有真重要的提醒吼，因为顶礼拜我讲灵甲妇人人安怎修正对吧？哇，这个剧情真的是有够像希腊神话哦。灵甲迄个妇人人咧修正吼，这个妇人人生一个囝安怎？结果灵就要安怎？要迫害迄个查甫囡仔，对吧？要逼迫那个查甫囡仔吼，结果这个妇人人就得到帮助嘛，吼，避到迄控压，反正剧情就是这么看起来很刺激吼。但是呢，我讲啊，这张批信是啥物人写的？拄讲拄袂去，耶稣啊，对吧？所以我甲大家鼓励吼，你若读启示录吼，你几乎就算没读到，你都可以直接大胆直接放一个前提在里面，将耶稣基督放伫内面读。基本上所有整个圣经吼，拢是咧指着耶稣是基督这件代志咧讲起的。耶稣是基督吼，但是呢，是安怎耶稣是基督吼？遮尔啊着无？即款的真理甲福音，遮尔啊着无艰苦吼？毋是世间人拢会当，人拢会当接受的吼。所以上帝的照伫圣经内面，甲咱讲原因啦，互咱明白，咱信上帝，咱会当明白原因啦。好，所以顶礼拜这个妇人人吼，生耶稣生一个查甫囡仔吼，受到虽然受到攻击吼，但是嘛受到保护。这个灵失败了，对不对？今日透早的执事吼，嘉恩执事吼，咧带祈祷会时阵，用雅各书吼第4章第1节到第4节，安尼来带领吼。我嘛伫下骹吼，缀咧祈祷，
嘛缀咧感谢上帝，讲啊，感谢上帝，你的话语甲圣神真正来帮助阮的明白吼。啊，伊就用雅各书第1章到第1节到第4节吼来带领祈祷会吼。当然就看见，随梦伊第4章第1节到第4节讲吼，恁爱抵挡啥物啦？抵挡魔鬼，魔鬼就安怎离开恁得向。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什么？逃跑了。所以魔鬼通惊无？魔鬼通惊无？顶礼拜的信息甲咱讲，上帝甲魔鬼的交战，啥物人赢？我们上个礼拜只看到是魔鬼大失败啊，大逃脱大撤但是什么情形下教会跟魔鬼真正会失败？就是等教会唔知影要安怎抵挡魔鬼的时阵，教会就失败啊。敢不是嘞？动词是谁？你们务要抵挡魔鬼，动词是谁？啊，所以如果不抵挡嘞，魔鬼就不用逃跑了。安尼知无？所以你讲圣经真好了解嘛？啊，其实也没有到那么难呐，是吧？啊，你会当抵挡无？你有办法抵挡魔鬼吗？兄弟姐妹，当然可以啊，因为顶礼拜的经节甲咱讲，咱会当较赢魔鬼，是因为我靠耶稣基督啊，羊羔的保护嘛，还佫有咱所见证的道理嘛，对吧？对啊，啊，你敢有抓了这？你说我要抵挡魔鬼，所以我的银质十字架嘞，欧北俩，对吧？你要抓对东西呀，啊，你要怎么知道抓对东西？读圣经啊，耶稣已经甲你讲啊，耶稣已经甲咱讲啊，耶稣也已经甲教会讲吼。好，所以这个前提吼。讲了吼，其实我嘛唔忙讲圣神帮咱教会吼，因为我是从国小就开始，我不是有跟你们分享过啊？我国小就参加教会礼拜口播书，唔是我迄个生我迄个口播书吼。啊，伫大家顶咧讲道吼啊，国小生啊听得懂，我就会卡伫遐咧很圣经，我家己读吼。那时候读，你们觉得我读得懂吗？他无啊，我昨天才在跟青年分享。那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带我读圣经吼，啊，箴言嘛读啊，形容嘛读啊。我说你觉得国小生读到奸淫，他知道奸淫是什么吗？可是他念不念得出来奸淫那2个字？当然念得出来，但是这不是问题，你就是读入去，你会刻在你心板上。有一天，圣神上帝用大观念帮助人的性命去明白，去提醒。去保守咱免得魔鬼会安怎攻击嘛？更不是嘞！你总不是等到我成人的时候会遇到奸淫的问题，就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读圣经。上帝做代志吼，拢超过咱人会理解甲想象。好，安尼有即款的提醒甲分享，嘛毋忙信心会当互咱有智慧吼，会当明白知影耶稣要提醒教会啥物代志。怎么会？哦，不好意思，是我没开。今仔日呢，所以我提讲到，顶礼拜有一只灵对吧？今仔日有一只兽，对不对？上个礼拜说到一只龙，这个礼拜讲到一只兽，下个礼拜还会有另外一只兽，所以合在一起叫做一龙两兽，对吧？好，一龙两兽哈。基本上我直接把它画起来，讲这是一个接下来的剧情。教会咱就要斟酌看，听我再讲一遍，教会咱就要斟酌看。啥来耶稣要写这场会？因为刷下来的伪三一吼，伪三一大家应该看得懂意思啦吼。我需要再特别说明，假的哪亲像上帝，假的三一上帝。
假上帝哈，因为其实在启示录大家最常拿出来讲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哈，这个是伪三一哈，伪三一的意思是讲啥？所刷下来，恁爱真少看，因所做的代志，敢若要亲像上帝，敢若要亲像基督。所以教会啊，你若无受到耶稣这张批的提醒，别人做代志讲真讲道理，敢若亲像上帝，敢若亲像福音，敢若亲像真理的时阵，教会判断不出来，就会被迷惑。讲起到上重要的代志，耶稣伫马太福音底下咧提醒伊的门徒，你们要谨慎。第一句话叫做你们要谨慎，因为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这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凡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呢，如果不知道怎么判断耶稣基督的信徒，人讲耶稣伫遐，你就去啊，对吧？所以教会，咱爱家己读，咱爱读圣经，爱求圣神帮助咱，看好清楚，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咱也毋是讲啊，因为我的信仰有够坚定，所以我求上帝阻挡这一切拢莫发生吼。啊，这时候耶稣就转头说：“撒旦退去。”你每当阻挡上帝一定要正的代志吼，特别他这个都已经宣告了吼，拢已经讲2000多天啊吼，侪信徒吼，侪圣徒吼，登去到天父遐，甲还未登去到天父遐，都已经看到耶稣的预告了，所以这事必然要发生。所以咱得来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因为这只手是安怎手会对灵得到权柄，因为顶礼拜灵已经安怎魔鬼已经失败啊，所以伊就差派啥两手今仔日的这只来得到权柄，要来做啥？做模仿谁？我头先已经讲，他们要模仿谁？模仿上帝。兄弟姐妹，若有人伫你的面头前，甲你讲起着福音真理，你也感觉讲哇，这个好像我在某间教会的一个经验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你是真的信基督信仰，还是假的恶来的基督信仰？最伫现主时，伫世界，伫台北，伫大安区，最的宗派最的宗派。其实你若真足去看入去内面你会看到，对礼拜听书，哇，敢若袂输长老教会，或者是哇，敢若袂输你什么堂什么什么堂的很多都很像，基督嘛是哇，真火热真感动，真关心人，真互人有感觉疼的感觉。总是伫咧讲起着真理教义的时候喂，这个信用怎么会有教主？你有听过统一教无？有没有听过社里教？我跟你们说，这两个教他们的形式。礼拜形式，整个聚会模式超像基督教的，超像的。但是我要安怎讲起着，那叫怎么判断说，它是异教，并不是基督教？抓一个上基础的啊，抓一个上基础的，就是保罗所讲的，我所传的干那什么？耶稣基督甲伊顶是一个拿定嘛，福音的大开来是啥物？耶稣基督跟伊顶是一个。但是这些教怎么样？都有教主他们也讲上帝，他们也讲耶稣但是他们自己是教主。这对我来讲我就会警铃就会发作，我警铃就会发作完之后就会拉一条线。好啦，
你讲要辩论吼，这就大家信用就已经做选择啦。但是咱家己真做教会，真做耶稣的门徒，对上帝的真理，我们知道要怎么回应，知道怎么判断的理由跟依据是什么吗？这是教会要学习的，这是教会要学习的。好，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不是这个，除了统一教跟那个社里教之外，我是因为疫情的时阵，人讲喺韩国有一间教会继续礼拜因为因讲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嘛，就整个疫情感染迄间教会，我就想讲，哎呀，怎么这么天才我就想很好奇去找这间教会就看因的迄个影片我说到前面我看到。赞美啊，祷告啊，我都还觉得所以到底是什么教派的？我心里就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心思意念就不纯正，就很想好奇，知道是哪个教派的这样就他们的牧师出来刚得了还不能称他牧师，应该是说那个讲道的人出来之后的讲他自己是什么？耶稣托命伫这个世界真做要拯救世间人的，我一个就断就要关掉。这个不隶属基督教会，就免看。但是关了我家己伫遐咧灵修，伫遐咧思考是讲，哎哟，雄忽然间心内着一个讲，毋过若是信用无坚定，对上帝的话语也无遐清楚的啦。若入去到这款的教会，那个人很多进入到这款的教会做伙咧敬拜，做伙咧唱歌，做伙咧祈祷受到感动的是，他会不会也觉得自己信对了？所以我就认为讲是啦，因为伫整个这30-40档的台湾的教会较少讲起到伪基督教。这个概念，大部分较资深的信徒一定拢听过敌基督假先知，但是伪三一上帝、伪基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概念在基督教会里面咱较少提起所以我定义要来讲，要来伫我牧会的时阵一定爱讲起着启示着这根册因为伊上关键的提醒就是有人要模仿耶稣是基督啊！教会，你为什么要警醒？教会，想要咱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因为模仿耶稣是基督的，唔单单是可能是外口的人，对伫头前7间教会来看，也有这样的思想会混进什么耶稣的身躯，耶稣的教会。就是为着要互信徒跋倒。那我确实有处理一件事情，你们会发现，因为启示录在网络上有很多讲道片。那在我比较学生时代的时候，最的某家学者去处理，现在哪一个政权，现在哪一个帝国，邪恶帝国就是圣经里面的什么？对不对？敌基督最常讲的就是那个是敌基督我们假先知现在也开始有但是我有在处理经文时，我有列一个关键我尽量不要让自己讲到过去的想象，因为我怕混淆大家一件事。我哪一直讲一个，你知道那个史达林他可是全世界神学家公认的，就像邪恶帝国这个敌基督就是他希察勒他就是什么圣经里面讲那个邪恶的政权兄弟姐妹安尼听了后，所以敌基督的是在你们心里无形中，他就会变成已经是过去式。但是我尽量在我的讲道不要做这个动作。我不是说他们就不是，但我要说，他们不仅仅是党羽，
但是他们绝对也不是那个最终极、最邪恶的。当我这样讲，我不是说他们不，但他们绝对不是圣经这样讲。因为如果他们已经是启示录的预言，早就已经干嘛 close 了，因为已经完成了嘛 ，finished， 而且还要加 ed， 已经完成式。我为了要提醒现代的教会，其实教会爱比板家己的事，你要锻炼自己信仰的判断力，因为所有魔鬼撒旦会当做的，不单单是透过邪恶，透过邪恶可以依附在哪？依附在政治上面，我们就称之为邪恶的政权。邪恶可以依附在哪？可以依附在个人上面，所以我们说这是歹人。邪恶可以依附在哪？邪恶可以依附在看起来很善良的事，所以我们说假冒伪善。其实我想要提醒教会的是，就是圣经咧讲的迄个精神，就是咧提醒教会是安尼啊。你不要只是看迄人做好代志，就是好人，你嘛要拜托，所以会去人骗。所以为什么台湾诈骗这么猖獗？是因为我们太善良吗 ？No， 是因为我们没有判断力。呵，这题外话，回来到提醒爱记哩，耶稣要提醒伊的教会，伊所听的教会，有人会来骗你们。看你新闻，有人会来骗你们，但是是谁？牧师不能，牧师不是上帝，但是牧师会什么？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要一起练习，要一起练习判断，好不好？好，嘛现行来帮咱咱。所以我刚刚说了，抓动词，对不对？今仔日受，伊做什么代志？好，我整理出今天的经文啊，你若会使现你头前的圣经，不管是中文版还是台语和日本，你就让现起来做伙看吼。啊，我就不逐一读了吼。我整理伊做四件代志，伊奉读上帝的名，因为伊有一件代志叫做伊的权吼，伊有帝王冠吼，伊的权怎真大。但是咧，伊过去是受到帝到死的伤害了后，搁安怎？搁有权，搁活起来吼。等一下，我们再一一来拆解。啊，伊有权安怎会当凊彩做伊所要做的代志？42个月吼，42月日吼，42个月。啊，搁伊有权通甲圣徒交战，而且搁赢。好，这就是伊做的四件代志吼，我把它统整一下。所以我讲，这个灵啊，受不了自己的失败吼，所以伊要继续迫害信用团体吼。伫启示录，Kevin牧师有提醒咱，那时候的教会嘛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甲皇帝的压迫吼，所以有一些要提到一些字的时候，你都不能够怎么样？名正言顺的指出，这个皇帝吼真的是有够阿爸吼，这个你可能明天就死在隔壁的草皮上。台湾当然伫历史顶面有经历过这款的经验，虽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咱对历史来看，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威权体制下，我们是不可以随便指名道姓的，对不对？你们好年轻啊，可能真的是都没经历过这样子。也不可以在你的作文上面随便提到一个讲的很好听什么之类的哈，都是不行的哈。我只能够就是暗喻而已啊，但是我不能够明讲啊，这嘛是启示录伊写批这款的环境跟背景。好，那为什么他在模仿什么事情？这个受吼受抬地到死。但是伊地到死的伤得到医好吼，对死里搁活起来。来，这个像谁？非常好，回答得很好。不要叫人小看你们年老，只要凡问到真理、信仰，就勇敢的把它回答出来，知道吗？回答得很好。在学谁？耶稣啊！
学耶稣互世间人看，对吧？这是学耶稣吼，伊有安怎？伊阁受着悬，安怎？会当行最的大官灵吼，所以伫世间人就看伊讲哇。看最奇怪吼，这个是台语的翻译吼，奇怪到底是正面，到底是包还是扁吼？因为咱的台语讲看最奇怪吼，意思就是说哇，好惊奇哦，怎么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呀？这个能力就会很容易就吸引到人的什么眼光，甚至他说什么做什么，大家就会怎么样相信，太厉害了！我若是缀这个大尾，我得安怎得到？保护嘛，所以，但是在这边有提到一个，当互伊有权凊彩者吼，伊要做啥就做啥，42月日吼，这个概念呢，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信吼，或者是其他的预言启示文学里面的书信吼，是有时候数字是真的数字，有时候数字是代表有一个限制。不会是永久的，好，概念是安尼。但是42月日吼，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好，嘛是有一点长啦吼，对不对？一个国中生都要升高1了，好，芊芊现在也要进入开始考试的时期，好，要备战那个考试，加油吼！上帝跟他们同在。歹势，我看到。兄弟姊妹的时阵吼，就足亲切的，就想要关心一下。但是上落尾一件代志，我相信是所有的教会甲信徒上艰苦的代志，因为信徒也要伫即个情境内面，就摕着悬的手的面头前，甲伊交战，然后大失败。是不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还好悲剧不是在这里就成为结束了。所以对伫遮是安怎？今仔日的经在我要停伫第10节，因为伊讲若有耳孔的，就听。因为伫即款的情景内面，若有掠人的，也要互人掠。用倒台人的，也要受倒台。信徒的吞论甲信，在伫即个。兄弟姊妹啊，你的信用甲你的耐心，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乃是因为的算讲，你知影你所经历过的失败、挫折，或者是未来的迫害，你拢知影是上落尾是耶稣全胜利。咱的信用是徛伫这个前提内面，信虽然看袂到，但是有气力会当继续信。吞论虽然毋知爱忍偌久，但是因为知，所以都有气力继续吞论。兄弟啊，不要小看你的忍耐，不要小看你的委屈，因为永远活地的上帝拢知影。将你的艰苦，将你的目屎倒来到伊的面头前，互伊来帮助你。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当有看伫伊讲无有记载伫对创世以来，无有记载伫受害的羊羔的顶面会安怎？会敬拜即只兽。因为太厉害，所以兄弟姊妹，如果这个兽模仿基督、模仿上帝、模仿的那么像，到上帝都已经，耶稣都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世界的人看到都会怎么样？降服的时候，你不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他们会拜兽，是因为所看到的事，对不对？但是兄弟姊妹，你的信是因为啥？是因为虽然咱无看过，但是至少咱听过。帮咱会当信，是因为圣神伫咱的内面。
所以简单来说一件事，你讲耶稣的代志伫世界传福音，真正无人信吗？其实他做的事情跟耶稣基督几乎一样，可是在这边就有人会拜哦。兄弟姐妹，你有没有烦恼福音传袂出去？但是教会咱所欠缺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啊！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永远活地的上帝，但是咱已经看见到世界会安怎来变化的时阵，其实你就尽心尽力就好了。怕的是你因为唔知影，跟对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就要经过这款的吞论甲忍耐。我怕的是我们的信跟忍耐撑不久。其实怕的只是这个而已。我要讲，什么人会崇拜这样的兽？已经讲了真清楚，无记载伫杨哥性命册顶面的人，这样的人无认捌真理，嘛无相信上帝，所以伊嘛无法度有分别的开来，知影这个兽是不是正派的，只觉得他好厉害就信了。像你今美好厉害就信了，其实就是一个人性的软弱。我嘛毋望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的体册内面知影世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像今美当我安尼讲的时阵，毋是因为教会或者是牧师，就已经知影什么时阵、什么时刻，因为连耶稣拢毋知的代志，咱就毋免假搞，知无？讲咱家己啥物拢知。但是咱爱谦卑受提醒，甲愿意伫上帝的面头前来警醒咱的性命，通得到保守，进入到永远活的日子。我头拄有讲，上艰苦的是伫遮，信徒就算讲有分辨能力，一起来交战，但是安怎一样是有掠人的，有用刀杀人的，就是该被掳的，该被杀的，就是面对吧。所以伫遮耶稣提醒教会，透过约翰写落今仔日第十节讲，信徒的吞论甲信就在伫遮。兄弟姊妹，若毋知影上帝的计划甲旨意的人，是要安怎有耐心甲信心呢？敢毋是咧？我相信咱伫咱家己的人生、生活、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爱情的内面，咱一定会拄着侪的着磨。甚至我头拄仔讲的诈骗吼，或者是讲厝内有人破病，迄款的艰苦，实在会很折磨我们的信心，很折磨我们的勇敢，很折磨、很消耗我们的爱心，甚至最折磨我们的，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兄弟姊妹啊，就是因为咱看见上帝的稳定，知影这些艰苦、这些艰难，拢是暂时的，所以该爱的怎么样？我们要彼此鼓励哦，要勇敢去爱，好不好？该要保持耐心的，我们互相取暖，好不好？彼此有耐心。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永远不变的盼望，因为他一直都用永远不变的爱在爱着我们每一个人。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在你的提醒内面，阮知世界、教会、天顶、地上要发生的大代志，总是主啊，阮的性命实在是有限。检测阮会感觉家己饿担当，检测阮会伫遮个辛苦痛苦的内面，阮毋知阮有即款会当阁继续保持阮的信用无？但是主，阮知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阮也知你用耶稣基督的性命遮尔重的重价，将阮来赎回，所以恳求圣神你来帮助教会，保守阮的信用，互阮伫即个世间。各种人情世故的挑战，价值观的逼迫，甚至是人际互动的一种辛苦当中，主啊，阮犹原要学习，我靠耶稣基督来较赢过这个试炼，愿阮
到主你所定着的迄时，我会当大声讲，原是我靠耶稣全胜利。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正道，咱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来，你着尽心、一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加先知的总拳头。咱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来用吟回应的圣诗，圣诗554首，透早起也好静，请起立。透早起也好静，阮人人热情，日头水也好静，我无也有停。我阮我都是，愿心天我休息，就愿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就愿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就愿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的日也好静，风雨也我无停。虽然我阮风也命，也是着用尽。人家那就停错，其实路那休息，就会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就会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就会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想想日也好静，最感人着我。虽然拄着危险，我敢高山。现在若是完成，叫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就会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我高兴到来，就会欢喜宴席，我高兴到来。请坐，这是来奉献。
向阮的天父，感谢你伫阮的生活中手术丰盛的供应甲看顾，愿圣神保守阮时常存知足的心，为着阮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感谢。天父，你是生命的创造主，阮的生命本底就属于你。阮所奉献的，毋是阮家己的物件，是甲你所手术的，还互你。亲像圣经所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嘛愿意甲家己的性命交托到伫你。阮的人生若靠家己处理，常常无法度处理较好势，因为阮拢有家己的软者较侪，有阮的挂虑甲限制，总是交伫你的手中，就亲像物件歹去，送紧去原厂修理。你上知影阮的性命应该安怎调整，才会当真正活出人生的意义。甲性命交互你，就是甲性命洗转去正确的所在。这毋是阮互你啥物，颠倒是你对阮性命的恩典。求你嘛，互阮明白，信耶稣毋是敢若一种宗教信仰。我嘛敢若甲家己，嘛毋是敢若甲家己有关系。主耶稣毋当改变阮家己甲个人的生命，嘛改变阮规个家族的命运。愿天父原谅阮的奉献，嘛求你引带阮会当甲正人的奉献，好好用伫上帝所欢喜的圣工。阮同心合意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咱来欢迎今仔日的新朋友。宛如这边Grace 林啊，想要自我介绍一下啊。从美国回来。欢迎。我的 last name 我姓林，双木林。因为我先生是华侨，他是姓林，中国人。我英文名字是 Grace， 是真神上帝的恩典。在我台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刚好婉瑜姐就坐在我的前面。那我们都很陌生，也不好相互交流，但是就在无形之中谈到音乐，因为他是师大音乐系钢琴组，我是在美国念曼哈顿音乐院和 Julia 音乐院的钢琴组，我们两个都是学钢琴的。然后共同话题一谈起来，他最要好的朋友秀丽姐，就是我在美国最要好的秀丽姐。然后他的儿子在美国一直崇拜的爱恩教会，就是我每个礼拜去的爱恩教会。所以在这种因缘际会这么小的几率当中，就是神，我才有机会碰到婉瑜姐，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看这么多的人，我从美国回来这么短的时间，就在这种地点，在这样神的力量当中，所以我认识了婉瑜姐，所以今天她就带我来教会，谢谢。真的非常感动哈，谢谢Grace 讲出她内心的话。还有娟秀姐旁边这一位是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那个娟秀的孙子，然后只是对，因为今天风雨比较大，所以原本担心爸爸担心他来教会，然后我就一起陪他来了。对，所以就谢谢大家的。叫什么名字？我叫廖先祥。先祥。对对，然后我也是基督徒，但我是在别的教会聚会，所以今天就是陪他来。好，欢迎欢迎你。有林恩还有
林恩宇，阮孙啊，他害羞。哦，林恩宇。你来起来，甲大家打招呼。啊，牧师，你的孙啊。我的孙啊。就是叫你自己去找那个。好，好，咱欢迎哈啊！今天真的很高兴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咱来看咧听迄款咧洪恩牧师的话哦，咱来去熟悉咱来熟悉你来叫出伊的名好不好？大家要努力虽然每个人的记忆力不太一样但是要记条等下行平安礼当阵爱记条牧师有补充。对啊，大概那我们这礼拜因为现在风雨那么大，我本来想说让大家早一点平安回家那我们就花些时间，我们唱完那个请安的诗歌之后你前后左右至少今天要认识2个名字，可以吗？可以吗？然后林恩宇是我们的会友，他每个礼拜都有在线上认识，他都知道你们的脸孔。所以我们要帮助他认识你们的名字。好，来，咱先唱平安礼歌唱一遍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在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好，大家前后左右新朋友 Grace 还有廖先祥。是那个要结束的时候唱，是那一位说自己的妈妈自己去。对，你怎么知道？他说自己的妈妈自己去，自己找。他说他照顾他妈，叫我照顾我妈。YouTube 来的。真欢喜一礼拜无看到面，爱叫名好，咱搁唱一遍来。因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在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听者真欢喜。好，伫报告的台先，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台语读一遍，华语读一遍。好，来，凡有耳孔的，就听；若有掠人的，也要互人掠；用刀杀人的，也要受刀杀。圣道的吞论甲信，在伫即个启示录13章。第9节到第10节来华语，凡有耳朵的都听吧。该被掳掠的必被掳掠，该被刀杀的必被刀杀。在此，圣徒要有耐心和信心。启示录13章9到10节。好，来消息报告第一项咱9月13号要来举行新的一届的中级选举咱已经有通过咱的选举的办法甲迄款的资格接受候选人的名单伫公布栏请家己看那你若讲真正是有因为有多学的，还是讲无常常无伫教会，还是讲有工作的影响的，你若真正无意愿的，请去办公室摕迄款的无意愿受选的申请书，咱到8月30号，咱就要决定所有的名单，
咱9月13号要来选举，求主来引带来竞选，会当咱会当选到上好的中职同工，感谢主第二个圣经主义学来预告下礼拜要邀请周怡静护理师分享当人生被按下暂停键，这我嘛无清楚伊要讲的是啥物货，大家一定要来听人生暂停可能是有病痛了可能是工作稍微暂停了，可能是你自己也想暂停了所以咱来听以护理师的角度来分享当人生被按下暂停键。好第三项，咱的神学班神学成长班9月16号开始要报名紧甲迄款的徐信义长老甲亚荣姐妹报名，时间是每礼拜三暗时7点10分到9点10分这个课程就是讲咱有整合圣经、神学、历史甲咱实践的方面这张天宇老师是真够来整合这个圣经方面神学方面真够，请大家有时间拨时间来上课。第四项本大楼即马因为风台嘛真多啦，有当落雨嘛落真大啦，所以13楼嘛感谢校长老有甲这个咱主委咱迄款的咱大楼的主委已经有讲过咱已经通过13楼咱的防水防漏工程管线工程的施作本会呢已经有针对咱家己的部分已经开始来更新来处理了请兄弟继续为着教会修缮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五，新使者是月刊已经来了然后要看的人去办公室来借具体消息咱敬听的单林班这伫8月4號離開世間永歸天家伊8月14 8月14 11點半伫博愛館來至真3天舉行安息禮拜8月16伫牧義堂教會，就是伫咱羅斯福路2段117巷遐遐是牧義堂浸信教會牧義堂要來舉辦追思禮拜願上主安慰伊族也請兄弟繼續為着因的告別禮拜關心代禱。第二項咱恭喜本會蕭明信長老甲總會議執事的千金啦大家嘛攏熟悉Joyce 蕭喬伊甲邱凱文因要結婚咯感恩禮拜呢要定10月10號佇淡水淡水的叫做嘉如迄就是專門為着迄款的歐美式的迄款的結婚禮拜啦佇戶外的若要參加的人請去公布欄來登記互迄款的會當來登記來訂桌願上帝祝福 Joyce 甲 Kevin 所建立的家庭好下面的團契請大家家己消息家己參考下面的公道時間咱請牧師。
请咱同心来祈祷。人民听人祈祷，会上主愿伫你的面前，将阮的全人、阮的心思、意念、阮的信仰、阮的生活带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来向你求讨。因为答阮已经知你的旨意、你的话语，甲你对世界的计划，总是主啊。阮犹原受到即个世间的折磨，毋管是外在的社会、政治、人的艰苦、人的无疼心，或者是互相伤害，阮受到因来艰苦。阮的内心也为着阮家己的性命有孤单、寂寞，或者是无受。毋知人生要安怎行，阮会着急。主啊，这的一切，阮拢带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也求你检察阮正人的内心，愿阮的祈祷得到你的接纳，也愿阮所带到的人、家庭、阮的亲人、阮的朋友、阮家己的信仰，也得到你的帮助。愿你用你永远无变的疼，甲阮三甲同在，安慰阮的心，想使阮教业会开来到稳定。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同心来吟上落尾的圣诗，请起立。愿上帝伊的人来，永远甲咱正咱三甲同在。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带你运用主的疼痛，亲像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当你运用主的疼痛，亲像伫即个蒙雾暗暝的世界中间，爱记着上主会用伊永远不变的疼，甲伊的真光光照恁，打清醒，打剔开你心内的目睭，看路伫倒位，看耶稣伫遐，缀伊行，你就有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正人的相通，甲恁正人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才来离开。
愿上帝，所以咱大家今日落雨天吼，咱大家等下啦，转去厝吼，爱细致行路吼，爱注意咱的安全。若有啥物款的代志，随时敲电话互啥物人？是警察啦，没有啊，靠无输啦，靠无输啦，我开玩笑。